勢待發，全國運動會2025年主場出擊，廣東、香港、澳門首次攜手承辦。香港將會承辦8個全運會競賽項目同4個殘特奧會競賽項目，約定你見證精彩時刻。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，天文台喺星期三一度發出10號颶風信號，直至到晏晝1點20分轉為8號風球，並已經喺夜晚8點20分改發3號風球。本港風力會逐漸減弱。由於華加莎移近珠江口嗰陣出現咗一段平西移動路徑，冇正面吹襲香港。星期三朝早最接近香港嗰陣，中心距離本港大約120公里，最終淨係擦過香港，造成多區水浸同冧樹，好彩冇嚴重傷亡。今次華加莎冇進入本港100公里範圍，已經需要發出10號風球，而2018年嘅山竹喺進入本港150公里嗰陣發出10號風球，可以睇到山竹嘅威脅性比較高。不過華加莎喺今次襲港期間達成咗2項紀錄。華加莎喺星期三凌晨2點40分至到晏晝1點20分發出10號風球，維持咗大約10個鐘頭40分鐘，僅次於99年維持咗11個鐘嘅10號風球約克，成為戰後生效時間第2長嘅10號波。除咗呢項紀錄，本港喺1964年因為颱風露比同黛蒂，先後喺9月同10月2度發出10號風球，而今年7月颱風韋柏襲港嗰陣，天文台曾經發出10號風球，連同颶風華加莎係相隔半世紀再次1年內2次10號風球。喺150年前，女醫生係從來都唔會有嘅事。好彩伊麗莎白嘅出現，成為咗美國首位女醫生，更加係第一個設立婦女兒童醫療所，同埋喺美國仲有英國成立女子醫學院，令到唔被重視嘅婦幼都得到悉心嘅照顧，改寫咗整個醫學史。伊麗莎白11歲嘅時候就全家去到美國，佢嘅爸爸着重正義平等。所以伊麗莎白接受同男仔一樣嘅教育。佢係一個好細粒，但係強壯又不斷追求學問嘅女仔。雖然佢好聰明，但係就從來都冇諗過要做醫生，甚至一見到血就會想嘔。喺佢24歲嗰年，經常探望一位患有癌症就嚟要喪命嘅女性朋友。佢嘅朋友嘆息咁表示，希望可以俾女醫生醫治，仲鼓勵聰明嘅伊麗莎白成為醫生。於是佢就決定寄信到各個醫學院。可惜嘅係，佢收到28封拒絕嘅回信，直到第29封，一間小小嘅醫學院終於同意咗佢嘅申請。伊麗莎白雖然喺學習過程入邊受盡老師同埋同學嘅白眼，仲有唔友善嘅眼光，但係佢憑住自己嘅能力，每科成績都考取全班第1名，令到鎮上嘅居民、學生同埋老師驚訝。後嚟，佢以一個實習護士嘅身份喺嬰兒房工作，為一名眼睛發聾嘅嬰兒施藥嘅時候，被嬰兒嘅眼液濺到，右眼受到感染，喪失視力，令到佢成為外科醫師嘅夢想幻滅。喺佢學成執業嘅時候，由於性別關係，冇人上門俾佢就醫，但係佢就冇因為咁而停下腳步。佢運用咗佢嘅醫學知識，開辦咗診所，免費教導貧窮嘅女性同埋小孩點樣保持清潔同埋維持健康。後嚟，伊麗莎白同佢嘅妹妹共同創立咗婦幼醫院，令到貧苦嘅大眾都得到適當嘅治療機會。醫院甚至聘請黑人護士，拒絕以種族歧視。
京故宮一共有900幾座宮殿，其中最尊貴嘅係邊座呢？原來就係俗稱金鑾殿嘅太和殿。由南門嘅午門進入故宮，跨過內金水河，穿過太和門，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廣場。廣場嘅另一邊有一座好大嘅宮殿，佢就係太和殿啦。太和殿同中和殿、保和殿叫做故宮前三殿，係明清皇帝舉行朝政典禮嘅地方。作為前三殿之首，太和殿被稱為紫禁城嘅心臟，係中國現存古建築入面建築等級最高嘅宮殿。咁點解佢係最尊貴嘅呢？由太和殿嘅大細、屋頂都可以揾到答案。太和殿係故宮最大嘅宮殿，宮殿連同3層台基，一共高大概35米，相當於12層樓高。宮殿佔地約2400平方米，帶有須彌座元素嘅3層台基就係故宮宮殿嘅最高規格，象徵至高嘅身份。跟住落嚟睇下開間，兩條柱之間稱作一開間。通常宮殿最多有9個開間，但係太和殿就有面闊11間，係絕無僅有嘅最高規格。太和殿嘅屋頂非常特別，係故宮入面等級最高嘅松檐舞殿頂。舞殿頂係中國屋頂款式入面等級最高嘅一種，有5條屋脊同4個波面組成，又叫做5脊4波式。松檐就係雙層屋檐，比單層更為尊貴。屋脊上嘅小動物原來都係太和殿尊貴嘅證明。呢啲小動物雕像叫做脊獸，數量越多，等級就越高。一般嘅中國古建築，一條屋脊最多只能有9個脊獸，而太和殿就有10個。喺隊長騎鳳仙人嘅帶領下，守護住太和殿。咁多出嚟嘅第10隻神獸係做咩嘅呢？原來佢叫做降十，傳說係雷公化身，可以避雷。中國千萬古建築，只有太和殿嘅屋頂上面先至有降十。2層屋檐，8條向下方伸出嘅屋脊上，一共有80個脊獸，係故宮建築入面數量最多嘅。面闊11間，松檐舞殿頂，80個脊獸，3個最高規格，奠定咗太和殿至高無上嘅地位。兩隻小羊要過橋，小河兩邊住咗小白羊同埋小黑羊。小白羊住喺河東，小黑羊住喺河西。河上面有一座獨木橋，獨木橋好窄好窄，只係能夠走過一個人。小白羊嘅婆婆住喺河西，佢經常都會走過呢一條獨木橋去睇婆婆嘅。小黑羊嘅爺爺就住喺河東，佢亦都經常要走過呢一條獨木橋去睇爺爺。有一日，天氣好好啊，小白羊想到婆婆屋企，就走上獨木橋，向小河嘅西邊行啦。呢個時候，小黑羊亦都走上獨木橋。原來小黑羊亦都要到小河嘅東邊去睇爺爺。小黑羊就向東行，小白羊就向西行。行啊行，行到橋中間，佢哋兩個就碰頭啦。小白羊就對小黑羊講啦：褪後啊，褪後，快啲向後褪啊！你知道嗎？我要過橋去睇婆婆啊！小黑羊一聽就話啦：你向後褪，向後褪！你睇婆婆有乜嘢咁緊要啊？我夠要過橋睇我爺爺啦！呢個時候，佢哋就鬧起交嚟，而且越鬧越犀利，邊個都唔肯讓邊個。最後，小白羊發脾氣啦，
佢低下頭，將兩隻角對住小黑羊衝過去。小黑羊亦都低下頭，將兩隻角對住小白羊衝過去。小白羊嘅頭同埋小黑羊嘅頭就咁樣撞咗喺一齊，結果兩隻小羊都跌咗落河裏面啊！大家喺遇到矛盾嘅時候要互相謙讓，咁樣先係好孩子。